无力气。猜猜我谁？当当起来！这么聪明吗？为了弥补你，我下面带你去吃好吃的，我买单。真的？真的。反悔干嘛？我不可能反悔。我要去挣钱。反悔。你们两个吃吗？我不吃。漂亮。他怎么了？啊？他怎么了？没。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哎，你就说他今天是不是是非常的最好看的一天？非常的好看。老好看了。哎呦！啊，豆豆他们为啥看我呀？你这妆化老好看了，尤其你那个腮红啥就老美我刚买了。的，等我回去我给你们发链接。对，很好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我们去看个口红吧。别试了吧。试一下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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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了，哎呀。我别生气了。又欺负我，又欺负我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错了。这小猪，你气垫用吗？用用。还用气垫呢？用。抖音。